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好学本是48页，汉语本是40页。过几若天、几若日，耶稣搁入迦百农，人听见伫伊的厝内就侪人聚集，直到连空地、连门口嘛无。伊就讲道理互因听。有带一个变随的就问伊，是啥人讲伊来？因为人多，袂会近我，就伫耶稣踮的所在，拆厝顶，互伊归空，就将变随的倒伫坡仔，甲堆落去。耶稣看见因的信，就甲变随的讲：细囝，你的罪赦免了。阿门。这是赞美，咱请青年，伊要唱的诗歌是《教育的恩典》。正道请林思浩牧师，伊今仔要正道题目是带领人到耶稣的面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遮要大先代表花莲大专学生中心，感谢咱牧师以及咱教会长老执事的接纳。互阮花莲大专，搁一摆有这个机会，会通来到咱堂教会，各位兄弟请安。感谢各位兄弟伫过去第11冬中间对阮花莲大专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各位兄弟带导奉献，诚做，确实诚做阮花莲大专一个真重要的开力。办在即个学生中心，对无到即马有。在即个发展的过程中间，因为恁的关心、带导、支持，有满满的恩典，互即个学生中心中间的同工学生，确实得到侪侪的帮助甲祝福。所以，大先要代表花莲大专，对过去到即马遮的学生，咱同教会兄弟说多谢。伫分享的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今仔日因带阮
搁一摆来到教会，会通甲你，也甲阮身边的兄弟做伙团契，做伙来彼此分享主你的话语，也通过主你的信心的引带来结连。愿主你的信心帮助阮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以及阮的头壳，会通来领受主你的教示，帮助阮来行这条军队主你的道路。当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我想拄仔咱所读即个经文，应该对大部分的兄弟拢真实啦吼。特别若是自细汉就伫教会大汉有参与主日学的，应该拢有听过拄仔咱所看的即个经文。啊，毋过要请问各位兄弟，恁感觉这四个帮赞即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这四个人，因是啥物款的人？我的意思是讲，恁感觉伊是几岁的人？是查甫也是查某的？是有钱人也是送向人？伊迄讲是足无用的，也是足用的。这四个人原本是认捌的，是朋友，也是原本是无认捌的人，原本拢无熟识的人。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伫主日学，伫咱桃园教会主日学，我印象中老师甲阮讲的是，这四个人是好朋友。但是咱拄仔看这个经文的时阵，会发现，马可福音的作者拢无讲这四个人的关系是啥物款的关系，嘛无讲这四个人甲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是啥物款的关系。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互咱一个真大的想象的空间，咱会当来想看卖这四个人是啥物款的关系，是啥物款的人。通过这款的想象，咱会发觉，足趣味的。若是讲这四个人原本无熟识，甚至伊嘛无熟识即个行动无方便的人，为虾米因愿意要带即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去找耶稣？若是讲这四个人中间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时大是老人，咱感觉讲老人无啥物气力啦，老人敢有法度做啥物？但是为虾米因愿意搭即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敢可能这四个人其实拢是查某的？圣经无讲啊真清楚，总是咱会当来想象，通过这款的想象，引带阮来思考。各位兄弟，你敢有可能就是这四个人中间的其中一位啊？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咱拢知影，一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就是爱通过别人救济，才有法度来过日子。就亲像咱行伫桃园的街仔路，看见遐个伫遐卖口香糖的，伫遐讨钱的，伫遐乞讨的。因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来工作，因为因会行动无方便，因必须爱看别人的面色来过日子。各位兄弟，若是你是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你敢会足厌世，对未来拢无愿望？你敢有可能足自卑的？甚至伫遐怨叹讲：上帝啊，为虾米你互我得到这款的性命？上帝啊，你若是互我真做一个出世就是行动无方便的人，倒不如就互我一开始就无存在伫这个世间好啊！就可能这是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的心情，伊对伊的人生的看法。这是遮个人因的性命故事，敢有可能嘛是你的性命故事？总是无论如何，伫即天，这四个人决定要带这个行动无方便，甚至对伊的性命感觉足野生的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去找耶稣，因为这四个人知影耶稣满有气力，伊真正着来到
甲八龙这个所在来做侪奇妙的代志，医治遐个破病的人，也是互鬼附身的人。而且耶稣足真特别的是，其实伫迄个时代，嘛有一寡的术士，就是会晓法术的人，因嘛会通过遮个法术来医治病人，也是赶鬼。但是耶稣甲遮个术士上大无共款的所在是，耶稣做遮个代志拢无收钱。遐个术士是通过医病赶鬼来争做伊的头路。等等的原因，互遮4个人决定要带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去找耶稣。伫这中间，咱看见这4个人对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的疼，相信咱嘛看见这4个人，甚至包括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确实对耶稣有信心。总是等因来到主耶稣所徛去迄个厝的时阵，因发现哎呀，代志大条啊，足麻烦啊。为虾米？因为伫耶稣所徛的迄个厝内面、厝外面拢是人，伊无法度入去。大家咱想看觅，若是你今仔日来到桃园教会聚会，结果对1楼就客满，拢是人，你无法度来到即个所在，来到4楼聚会，也是去9楼参与主日的时阵，你接着是要想办法挤进来，也要到4楼礼拜，还是讲啊不要紧啊，我就转去看 QTV 好啊。这4个人带这行动无方便人去找耶稣，拄着困难。实际上，这4个人所做的代志，以及因所拄着的状况，是咱每一个人，是咱的教会上时嘛会拄着的状况。这4个人要找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去找耶稣，互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会当通过耶稣的医治，互伊的身体恢复健康，互伊的心无搁继续自卑。各位兄弟，这敢毋是咱教会所做的代志？教会所做的代志，敢毋是带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来领受主耶稣的祝福、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医治，来得到迄个完全的平安，互生命得到自由。当这4个人带行动无方便的人，伫过程中间拄着困难，各位兄弟，咱伫带人来到主耶稣面头前的过程中间，嘛是定定拄着困难，敢毋是？各位兄弟，对咱即马来讲，咱伫宣教也是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拄着虾米款的困难？咱过去，咱桃园教会拄着虾米款的困难？我毋知敢可能对有一寡兄弟来讲，会感觉讲啊，即马咱教会的聚会的人数哪来哪少，伫减少，所以咱会当踏入雨赛的当工嘛变少啊，咱的风气嘛变少啊，咱敢若会当使用来伫雨赛伫事工顶面的资源嘛减少，这是咱的困境。相信这嘛是阮徛伫东部才会教会的困境。阮东部中会一档拢总的预算会当使用的经费是350万，安尼是多还是少？350万。咱西部有一个中会，伊的督传道部一档的经费就是120万。别人的中会传道部一档的经费会当饲阮东部中会1/3的事工啊。阮东部中会大专部，伫我12档进前去进前一档的经费是3万到5万，即马是调整到极限15万。对咱来讲，无论是桃园教会，也是阮徛伫东部，咱会感觉讲资源的欠缺。敢若是那是咱所面对的困境，咱伫传福音、带人到耶稣面前，即个过程中间上大的困境。但是各位兄弟，敢有可能，其实咱真正面对上大的困境是，
咱常常互现实的困境、互过去的经验所限制啊。所以因为过去的经验，甲咱讲过去安怎做，所以即摆嘛是安怎做，所以咱就拄着困境。因为咱感觉讲啊，咱就是有遮个资源，所以无法度做啥物，所以互咱无法度去做遮个带人到耶稣面头前的代志。敢有可能这才是咱真大的困境，咱真实的困境？过去昨冬，花莲大专，我拢会带阮的学生来到台东的新港的新港教会出福音队。每一摆福音队拢是2礼拜福音队。过去看遮个小朋友足侪吼，这几年新港教会的小星星下几下校，差不多拢是100个到120个学生报名参加，是成功成功镇上1/3的学生小朋友会来参加的营队。小星星即摆已经成做成功这个所在，每年7月时阵上重要的代志，大家拢知影的代志。看起来哇，足热烈，看起来足好的，恁做足成功的，伫成功的所在做足成功的代志，足好的，有够成功。总是各位兄弟，可能恁毋知影，伫10冬进前，阮华联大专还未带学生到伫成功的新港教会做遮个事工的进前，有一间道市的教会来到新港教会出福音队。总是迄届的福音队结束以后，即个教会新港教会讲。经过阮的评估以后，教会认为，若是阮继续去新港教会出福音队，新港教会嘛无法度接续福音队所做的事工，所以阮就无要继续出福音队啊。我想迄间教会可能伫迄个时阵无想到，后来的新港教会会成做即款的教会，甚至新港教会已经成做。即马咱长老教会一个宣告，一个真特别的典范。各位兄弟，这敢有可能就是一个例，互咱看见有时阵咱会互现实的状况、困境、经验所限制。咱定准讲，咱无可能做啥物。总是各位兄弟。挑战甲困境，敢真正是上帝主动咱去带人到耶稣面头前的情形吗？也是讲，遮个困境、遮个挑战，其实是上帝邀请，互咱会通去伫这中间，搁较去看见，咱确实爱去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咱确实爱倚靠上帝的气力来面对遮个挑战甲困境。敢可能遮个困境其实是上帝本人的问题？亲爱的。你敢真正对带人到耶稣面头前这个代志有偌大的累劲甲负担啊？而且各位兄弟，伫咱生活中，甚至伫人类的历史顶面，有侪的发明，有侪新的制度代志，敢毋是因为人拄着困境困难，所以才发展出来遮个代志，遮个制度也是遮个发明嘛。所以，到底对咱来讲，困境的意义是啥物？啥物才是咱真正的困境？一明显的，转来到。拄仔咱所读的经文，咱看见这4个人带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去找耶稣，因确实拄着困境，但是这个困境无阻挡这4个人对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的疼，也无阻碍因对耶稣的信心。反倒等这4个人伫困境的中间，伫找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点才是信心的感动，所以这4个人想到啥物方法来帮助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啥物方法？疼厝，疼厝地。这是耶稣迄个时代，以色列人所住的厝是做即款，就是一层楼，拢平房。啊，大家敢有发现，迄个边仔拢有，迄个厝的边仔拢有楼梯，所以
这4个人就是对迄个楼梯来到厝顶。啊，过去可能咱会认为讲，吼，这4个人听厝顶哦，真正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哦，这是迄个时阵，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厝的这个剖面图。因为伊的厝吼，可能会通通风的所在介少，所以若是伫热天，哦，伫厝内面困就热冻袂调，直流汗的。这个时阵哦，以色列人有2种的处理的方法，一种就是来到厝顶困，搁有一种就是将这个厝顶拆掉，安尼这个厝就会通风。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听厝顶毋是一个真少看见的代志。但是咱会看见这4个人听厝顶以后，伊接续是要将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对厝顶射落到耶稣的面头前。各位兄弟，恁感觉这个代志是轻松简单，也是足危险的？足危险。其实我直直想要找一个机会哦，会当来体验教育一下。像咱我就感觉咱教会袂歹吼，咱的5楼是一个夹层，敢有可能有机会来体验？就是咱有人吼对5楼，有人倒伫即个棉被的顶面吼，咱就有人对即个5楼把它垂下来。毋知敢有人要报名参加啊无？免烦恼，有保险啦吼。敢有人要参加的？敢有要试看卖？有哦，哎呀，感谢主，真正是足有勇气的。你敢会惊？若是你要对5楼倒伫面床顶，定是倒伫这个棉被的顶面射落来，你敢会惊？啊，你若是迄个负责垂降的人，你会不会怕自己失手，突然打个喷嚏就把人送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送到耶稣的面前？就是他就直接见主面了。这互咱看见，其实这个代志是一个充满危险，是这4个人甲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拢爱去冒险的代志。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是爱付出代价，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但是咱看见这4个人，因愿意帮助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这5个人嘛愿意去试看卖，因为因对耶稣有信心。这款的信心甲愿望，帮助因愿意来冒险。我嘛相信，这4个人伫迄个射路的过程中间是足细腻的、足专心的，因是同心合意做这个代志。这无法度靠1个人就有法度完成的，是4个人才有法度完成的。因为安尼，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才有机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嘛，通过这个行动，耶稣看见这4个人以及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的信心，就医治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互伊的身体得到好。相是我嘛相信，相是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原本迄个自卑的心，嘛有机会得到医治，得到好。各位兄弟，咱甲这4个人同款，咱拢拄着各种的困境，伫即个带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的过程中间，我拄好问讲，咱拄着啥物款的困境？可能即马咱会感觉讲，咱的教会的资源减少。我拄好问讲，过去咱同教会伫宣教顶面拄着啥物款的困境？我相信在座的时代，你一定有想到一寡过去你所拄着的代志。譬如讲，20多年前，当同教会重新起做即个礼拜堂的时阵，敢有拄着困境？也是讲，咱要决定要来起一个礼拜堂，
隔一日，即个礼拜天就出现啊，敢是安尼？咱拢知影毋是啊。我到即马犹原会记得迄个时阵，黄朝勇长老，迄个时阵伫下深团契分享的，伊讲，等咱若是愿意分享的搁较侪，上帝嘛会赏赐咱搁较侪。我到即马犹原会记得即句话。但是我嘛相信，伫即句话后壁面，其实就是侪困难。但是上帝挑战邀请咱，面对即款的困难，宣告定命的困难，咱愿意付出什么款的代价？对咱来讲，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咱爱去注意的？华联大专嘛是共款，对2008年开始，即个学生中心才拄啊设立。我甲我的太太真理受派到伫迄个所在去开拓大专的事工。一开始无学生，无动工，无钱，有啦，总会有补助1档10万块。中会大专部无啥物钱，一切拢是欠亏。但是伫这12档的中间，阮确实嘛较看见上帝通过侪款的方式来完成真水的、真美好的遮个宣告的事工，或遮个大学生，甚至是华东，也是咱台湾教会得到祝福，得到帮助。拄啊讲到即个小星星，伊即马已经真做伫东部、伫台东、伫新港迄个所在真重要的一个活动。但是伫即个发展的过程中间，阮嘛犹原拄着侪困难。即摆学生是120个学生小朋友要来参加，所以阮的即个福音队的支出，就对一开始10档进前的10万、6万、8万，即摆到旧年是25万。一个2礼拜的福音队爱开25万，但是阮的东部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毋是介有钱的教会，钱要对倒位来？面对120个小朋友，总是阮几年落来，会通出队参与这个复赛的学生、大学生，就是13个、15个。每一个学生嘛真欠缺伫主日学带囡仔的经验甲气力，安尼是要安怎来带遮个小朋友？有几摆我嘛是足烦恼的，因为安尼就困袂去。但是足趣味的，特别是旧年。要面对欠东工、搁欠钱的状况，我伫遐困袂去的，隔一日我去到台北大专的团契来分享我的大学团契生活。我讲到遮个代志，讲到过去大学团契怎样影响到我，互我会通来伫花莲复赛，嘛遮个大学生介绍即个营队。迄天就有3个台北的学生报名讲好，我要参加。后来25万，嘛感谢主，阮有无着，就是有兄弟愿意为着遮个经费来奉献。搁较特别是对今年开始，小星星是新港教会会通家己来负责做的事工，包括大部分的经费，嘛包括教材，因家己来设计遮个教材，通过在地文化的体验。教会帮助在地遮个小朋友去认捌新港即个所在，所以遮个大学生甲小朋友做伙来进餐，是真正是进餐了后才知影哦，遮个做事人真正有够辛苦的。进前拢知影，谁知盘中餐，然后咧，粒粒皆辛苦，大家敢知影有偌辛苦？真正是太早就要出门。搁较趣味的是。新港教会因为有一个长老本身就是做事的，所以伊有田，伊就将一块田借给教会用。本来教会嘛足欢喜讲好啊，会通带小朋友来体验怎样来种田。结果伫体验的前几日落大雨，这个田嘛无做好迄个排水系统啊，结果几个田就淹掉了，无法体验。所以小朋友只好伫教会种花，种那个佛手瓜。
总是对阮来讲，遮个小朋友以及大学生，都伫迄个中间去体会到什物是进产，什物是做事人的即个辛苦。嘛，即个中间新港是一个就真大的一个渔港，阮去遐参观去了解渔业的文化甲发展。阮学生嘛就兴奋的哦，伊的人生可能有夹过旗鱼，但是没有抓过旗鱼，就拿着它拍了一张照。但是嘛是伫迄个中间，遮个学生有机会去知影，过去伫学校听到“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的即款的烦恼，确实伫新港迄个所在是存在的。面对即款的家庭，面对即款的小朋友，伊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是爱去掠鱼，总是充满危险。到底信用会通诚侪因啥物款的帮助？包括一个足特别是，今年佫带遮个小朋友去体会啥物是在宅医疗。各位兄弟，恁敢知影在宅医疗？知影吼，就是看病嘛免只有去到即个病院诊所去看病，会通邀请咱的即个在宅医疗的医生来到咱的厝内面来替咱看病。我知影就是像咱李应灿李医师，他有申请在宅医疗的认证。大家敢知影这个代志？唔知吼，因为我之前我有学生，就是我知影这个代志以后，我有学生伊的妈妈得着癌症，而且伊是住伫复兴区的山顶，看医生足麻烦，而且伊差不多是癌末，所以为着好，有就想讲要安怎来帮助这个学生的家庭，互伊的妈妈会通好好来面对这个最后的过程，所以就上网查资料，才发现哦，李义灿医师有登记在宅医疗啊。上网可以查得到哦，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哦，这是大家拢来需要知影的代志。遮个小朋友就带着绘本来到这个镇上的时代的厝内面，念绘本给这些大人们、老人家听。我印象最深的是，当遮个小朋友读了故事要转去教会的时阵，一定车顶安尼讲，一定问老师：“老师。”我们之后还可以来看这个阿嬷吗？这个阿嬷，伊的囝儿拢伫外口工作、读册，就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以一个人住伫成功迄个所在。这个小朋友，甲面其实应该是厝边，总是过去拢无机会会通互相认捌识识，总是通过这个机会，互这个小朋友会通甲这个阿嬷结连。然后会当诚做彼此的陪伴，伫这中间，咱敢有看到什么是疼，什么是分享？不只是安尼，伫这过去一冬，阮华丽大专面对一个更较大的困境是，这是原本阮的学生中心伫去年的6月，伊的租约到期，我就伫遐思考啊，接续是要搬厝，也是要找新的所在。有一天，我有一个学生足欢喜的来甲我来找我，讲：史浩哥，我有找到一个足好的所在，我感觉团客若是去迄个所在聚会，足赞的。你敢要去看卖？我就想讲好啊，看厝嘛毋免开钱啊，就看卖好啊。嘿，这原本是咖啡厅、简餐店，大家感觉安怎？伫即种所在聚会？有赞无？足赞的哦！你敢问望咱的教会嘛变做安尼？接续就问厝主讲这个一个月租金爱偌济？大家约看卖爱偌济？东华大学附近，大概30坪，偌济？2万？哦。若是有2万，就真正是感谢主啊！10万是无遮多啦，10万吓死人了。厝主甲我讲一个月3万5到3万8，3万5到3万8。我惊一跳，想讲这哪有法度？无，所以阮才会同工讨论以后，就讲无阮用2万5甲你拒绝
想说砍了1万多块应该会不租我们吧，我们再去找别的房子。结果甲这个厝主讲了，无5分钟，厝主就打电话来甲我讲，好啊，租你们。我就骑虎难下。但是伫迄个真趣味是，伫旧年的一开始，我读一寡甲翻转教育有关系的册，因为我想要找一寡真正会通帮助咱的大学生，会通通过团课，趣味总是嘛有意义的，才会聚会帮助伊的信用甲性命的成长。伫翻转教育的概念内面，伊嘛足强调空间是一个真重要的，所以会通找到即款的空间，我嘛想讲，一个月25000，一档就是30万，无就试看卖好啊，我们就签约了。这是头一摆伫迄个所在聚会的情形。真正感谢上帝，因为即款的环境，其实确实我有发现到，确实有帮助遮个大学生愿意来到团契，因为这个空间会互因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但是，阮接头阁想一个问题：啥物人会通来使用这个学生中心？各位兄弟，你感觉啥物人会通来使用这个学生中心？我安尼问好啊，各位兄弟，恁感觉啥物人会通来使用桃园教会的空间？只有桃园教会会友吗？只有信上帝的人吗？只有老人吗？少年人敢会通使用这个空间？小朋友咧，嘛共款。啥物人会通来使用这个学生中心？阮后来的思考就是，其实应该爱互每一个人，无论是大学生，也是士大，无论是查甫也是查某的，无论伊敢有信基督教，拢有可能来使用这个空间。但是挑战就来啊！阮忙，阮讲啊，这个空间开放，互所有的人会通来使用。但是各位兄弟，咱有啥物款的条件，也是原因，互别人愿意行入来使用这个空间？老实讲，大部分，譬如讲，阮去外口佚佗的时阵，恁会找啥物所在去便所 ？7 加油站，咱敢会去找教会去便所？有，但是我几摆去教会便所，拢嘛教会门拢关条条。新港教会前年吼，新港教会做一个代志，伊骑脚踏车环花东一周。等伊来到花莲的时阵，伊要去找便所，花莲的教会大部分都无开门。等咱的教会门常常拢是关条条的时阵，但咱无条件，也是无啥物款的诱因，互外口的人想要行入来的时阵，咱讲哦，这个空间是开放的，啊，毋过敢有人真正愿意想要行入来？伫这思考的中间，阮后来就想要用一些方式尝试看看，我就开始伫迄个所在卖甜点，嘛为着暑假的这个儿童的营队来募款。阮嘛办一寡的演讲活动，而且拢毋是甲信用有直接关系，总是遮个讲员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总是邀请因来分享因的生命故事。譬如讲，有一个学生，阮的学生，住一个大学学生，伊的大学无读了，就走去做甜点师傅。后来嘛伫花莲开甜点店，而且那来那出名，所以伊嘛支持阮的义卖，提供甜点让我们义卖。阮就邀请这个学生来分享，为什么伊决定愿意大学无读了，就来做甜点师傅。伫咱个台湾，有侪伫东南亚来的遮个外籍移工，伊即卖的人数比咱台湾原住民搁较侪。但是各位兄弟，咱敢有明白遮个人？咱敢知影遮个人伊的国家、伊的文化是啥物款的情形？伫东华嘛有一群对印尼来读册的大学生，而且其中有几位是基督徒，所以因借阮的空间来聚会，阮嘛邀请因来甲阮介绍印尼是啥物款的国家，互阮会通去食到道地的印尼菜。
伫这中间，阮开始来思考，这个空间会通做啥物，互所有的人会通来共生，互彼此得到利益。阮后来阁有桌游趴，因为少年人大学生最爱耍桌游的，因为安尼有侪毋是基督徒，毋是团契人行未来，互阮遮的团契学生会通甲伊来彼此联办，来分享，来结连。各位兄弟，安尼看起来袂歹吼，华联大专做真侪代志吼，安尼大家应该愿意奉献支持啊吼。但是我爱问一个代志，各位兄弟，伫这中间敢拢无困难？有困难啊，但是上帝真正是满有恩典，上帝帮咱滚会通伫这12档的过程中间，伫伊的恩典中间，伫侪兄弟的关心、带导、支持、奉献中间，会通继续来发展遮的真趣味的事工。同教会嘛共款。我拄仔伫遐，我伫想讲过去我伫同教会的时阵，教会拄着啥物款宣告顶面的困难，带人到伫主耶稣面头前的困难，我就想着几项，拄仔有讲着起礼拜堂，这中间有困难，但是因为上帝恩典，咱即摆通坐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我会记伫我高中的时阵，我头一摆参与咱同教会校规学校。迄个时阵，校规学校的负责人梁敬豪小豪，伊讲一个目标，就讲迄年的校规学校的小朋友的人数爱100人。我听伊安尼讲，我想讲哪有可能？啊，毋过小豪迄个时阵问我一句话：你敢有记得？我到即嘛嘛有会记得即个代志。后来同教会的校规学校发展到200人，阮讲爱想办法去将遮个小朋友用巴士客运的方式带因来到咱个教会参与校规学校。这中间敢有困难？嘛是有困难啊。当我读大学，诚做校庆团契会长的时阵，我头2年做会长，迄是校庆团契状况上无好的时阵。迄个时阵，校庆团契聚会人数只有15个人以内，13个、14个安尼尔。迄个时阵的辅导茂志哥，佮邀请阮讲，你敢有要去出福音队？我想讲，哪有可能？无用校规学校就忝啊要死啊！团契状况遮尔无好，哪有可能搁出福音队？结果，结冬，阮就去下半天出福音队。下半天福音队的经验，诚做同教会阮迄个时代的青少年、青年真大的帮助甲祝福。阮不只是诚做下半天教会的帮助甲祝福，甚至阮家己嘛得到利益。迄中间敢有困难？有困难啊！同款各位兄弟，咱即摆嘛拄着侪困难，可能是会当投入互使的人哪会哪少，甚至在座的兄弟，你会感觉讲我即摆哪会哪老啊，我无法度做啥物？但是我着少年一定，伫几年前，因逐工的透早6点会坐伫咱教会1楼祈祷的遮个时段。我相信是遮个时段的祈祷，嘛诚做咱同教会开啦。所以各位兄弟，咱敢无可能做啥物？面对带人到耶稣面头前，有侪困难甲挑战。但是咱若是只有看咱家己咱做啥物，咱就袂记得爱去倚靠上帝，咱就袂记得爱去看上帝怎样伫咱的中间的恩典，有是怎样丰盛，遮尔啊大。我想这是一个我个人嘛是真难得的机会，徛伫这个所在，可能是用一个较无共款的身份，甲各位兄弟来分享。总是真正，咱彼此毋茫，咱会通诚做咱彼此的鼓励。无论是面对同教会的宣教事工，也是面对华联大专的宣教事工，咱做伙来仰望上帝，咱做伙来信靠上帝。
咱做伙伫困境中间去看见上帝要加添真侪的稳定伫咱的中间，等咱确实对人有听，或对上帝有信心的时阵，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伫阮的教会，其实你已经安排侪稳定伫阮的中间。总是有时阵，阮的目睭只有看见困难，只有看见困境，只有看见现实的条件，才会代志。主伫你的面头前，阮爱承认家己的软弱。总是主，你接纳阮每一个人以及教会的软弱。愿主你的信心帮助阮。不只是毋是将遮个软弱除去，是引带阮，因为诚实面对遮个软弱，所以阮愿意回头来看你，来仰望你，超找主你的引带甲稳定。当初你引带这4个人，帮助这4个人来引带这个行动无方便的人来到你的面头前，阮嘛相信，今仔日的阮，今仔日的桃园教会。今仔日的华联大专以及正教会，嘛是同款，这4个人甲这4个人同款的角色，要引带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愿你帮助阮，会记得你对阮的呼召，以及你对阮的稳定。过去怎样，现在、未来，拢袂改变。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真歹势，我可能爱小可补充一寡代志。阮华联大专对今仔日开始嘛有一个事工，就是阮要帮助伫东华大学附近的集合教会开始因的主日学。集合教会是一间即马只有15个人聚会落小的教会，但是我相信教会不只是伫这个所在是教会，教会就亲像咱拄仔所读的使徒信经，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咱有一间教会，是即个时阵伫无共款的所在兄弟，咱做伙起造的教会。所以对阮来讲，集合教会嘛是华联大专的伙伴，是阮的做伙来伫大学事工，也是伫侪款的福音事工顶面要来拍拼的一个合作伙伴。拄好，因即马要开始自学教会久违多年的主日学，嘛邀请各位兄弟为着这个主日学的发展以及华联大专甲集合教会的合作来祈祷。过去其实有几年的时间，因为一寡的原因，阮无法度使用集合教会的空间，嘛无法度甲因有侪事工顶面的合作，做伙来顶动遮个福音事工。总是感谢主，旧年有一个新的团队来到中间，阮中间有真好的关系，这个团队嘛真关心团契的核心，所以即摆有侪哪来哪侪机会会通做伙来合作。总是嘛犹原需要各位兄弟来关心代祷，相信各位会关心代祷，会真做遮个事工会帮助甲祝福，嘛会通真做遮个大核心，以及阮所要面对的遮个小朋友的祝福。搁有就是，若是各位兄弟愿意一直为着阮华联大专的事工来关心奉献的话，我遮有这个信用卡捐款单，是会通定期扣款的。若是你有这个负担，等一个聚会结束以后，会通来甲我摕这个信用卡捐款单。而且搁一摆感谢同园教会各位兄弟牧师中时同工的接纳甲关心，多谢。这是来吟圣诗第496首。主，我上帝，求你赏赐我智慧。会众请起立。
会众请坐。即时来奉献，请老泰山、陈碧妍执事来示献。若无认捌奉献的意义的人会使免奉献。有感动的大专中心才有夹一个奉献地甚至大专会当透过这个奉献地来甲奉献。会众请起立念奉献的诗。下面来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即个金句的中间有2字较困难读啦，佮意思还是咱佮较毋捌。就是伫迄个，我先读一遍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止站，若无止站，到其会修成。即个止站国语就是灰心啦，灰心。这止站我甲查起来，就是较早巴克勒翻译的时是厦门音，厦门厦门的音。所以咱即摆伫咱台湾真少用即个止站，止站即个听无啥有啦，就是灰心的意思。咱国语迄看就知影灰心无咱即时我来先读一遍，咱做伙来读2遍。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止站，到期会修成。加纳太书6章9节，请。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止站，到期会修成。加纳太书6章9节，咱行好毋通失志，因为若无止站，到期会修成。加纳太书6章9节，咱掀开第1页本周事项甲下周事项，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周间的聚会，也是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
第三页是咱教会小组的聚会，咱按照各区伫迄个时间来参与。第四页是咱小组代祷，咱家己来看。第五页是咱的奉献明细，若有错误请接受咱的中集。第六页消息报告，第一为花莲大专中心奉献主日，欢迎林思浩牧师来到本会请安分享，且为事工关心甲代祷奉献咱这时欢迎思浩牧师。第二，奖学金审查委员会伫中昼12点，伫7控室的教室要召开入学金的审查敬请省略，请陈柏元、张柏金、陈伟明、陈建州、穆桂英、黄淑慧来出席参加。下主日10月27中昼12点半，日头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来参会。教会消息：第一，请各部各团契伫10月27以前来缴即个2020年的预算表；11月初3以前要缴即个行事历、小组也是各团契的聚会表。第二，2019幼幼的运动会要来，已经要来欢迎这爸爸妈妈带着小宝贝做伙来动动手脚时间是11月17 9点半报道，地点是通教会的教老主日学，年龄是幼儿园年纪报名请接受教老幼儿美班、花花甲米妮老师，当线上报名，11月初3来截止。第三，按照即个牧师带领领袖呼召甲训练。请同客甲同工做伙来做章，回应使命，共同传福音。咱对上全体中职各区邀请的同工以及所有关心的会友，日期咱今仔日中昼12点半日落附堂，即个11月初3是中昼1点7控于教室。第四，圣诞歌对今仔开始要来预告来登记到11月初10来截止，这口味有梅仔、绿豆甲盐雪3种，单价是15块，要买到6楼，向宋志堂的干事来登记缴钱这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来介绍以及补充报告。一只来介绍两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王玉婷、王玉婷姐妹一只咱拍拍台欢迎。好，请坐，谢谢。再来第二位是苟小平，这台语名读。苟小平姐妹啦欢迎咱的兄弟姊妹会当邀请这两位新来朋友，一等下做伙来使用这个爱餐。好，我伫这中间有看到这个柯志成兄弟啦柯志成兄弟，伊无算新朋友，伊算老朋友啦好，咱小人款邀请伊倒有咱的毕特姐景伟姐好，一只人毋忙继续为着这个花莲大专中心。一只来为因来奉献，上重要，常常放伫咱的祈祷的中间，来为因来代祷。好，自今仔日即个下晡牧师都继续有即个领袖的即个训练邀请咱过去毋捌来参加的你会当来参加啦。即个课程无遐尼严肃，会有即个活动，互你来进行，互你会食笑嗨嗨，嘛有即个点心互你食。所以邀请你做伙来参加，安尼好无？好。我就知影别甲我应。好，一只做即个补充的即个报告。三甲来上映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
会将车起立。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守顺远望的上帝，因为恁这人的信心，以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信实救恩，将达款的平安喜乐充满伫恁，互恁通过信心满远望，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身边的人以及外口还未认捌主耶稣的人，做伙来到主耶稣的面头前。阿门。请坐，彼得。这是行平安礼，请起立，向咱头前后壁厝边来讲，耶稣听你。